小小工作间乍看不起眼，陈国柱就在这里做出一块块高级餐厅爱用的花生豆腐。内在造传说的，我很丑，但是我心很善良。清甜的豆腐整块用花生做成，光是原料就比黄豆豆腐贵上10几倍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更是传说中的梦幻一品。民国50年的时候，一块花生豆腐哈，那个四方形的一块哈，台币就要10块钱。那时候100块还没有发行。花生豆腐制作费时耗工，跟大苹果一样贵，当时只有有钱人家吃得起。陈国柱没想到，一块豆腐竟在人生遭逢低潮时，给了他全新的机会。那当时因为我做生意做失败以后呢，我去找妈妈要学的。古老手艺来自广东梅县，100年前的传统风味，因缘际会从陈国柱手中留了下来，感觉到很自豪哎。绵密口感搭配芥末酱油，朴实的风味尝得出豆腐达人的坚持。很嫩，客家话怎么说？老板要不要教观众？哦，懂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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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